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歌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小姐，你叫啥？我无叫啊，我是问你叫啥？啊，我都无叫，你听无？电话敢会使互我？电话都我买，有啥物爱互你？我住台南，啊你咧？啊？你住台南？都住诶？你莫抬我！莫抬我！我手机互你啦！各位患者，因为阮事权的关系，今仔阮袂使直接发病人的名哦。第二层的迄位会使入来啊！爸爸，你毋是讲游泳裤内面下起了马铃薯，游泳池边仔的美女就会极欣赏、极注意哦。嘿啊，毋过。他拄仔全部人看到我行过，无分男女，拢走了了呢。戆囝，马铃薯是下头前是下后壁啦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廖志 Camber 每礼拜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